2025年即将步入尾声，回望这一年，世界依旧充满纷扰与变数，但因为有来自各位的喜爱，让这段分享影片的旅程充满了动力。对于频道所收到的每一份关注，我的心中满满的感激。各位的支持是对我最实质的鼓励，也让彼此在忙碌的岁月中有一份珍贵的连结。生活难免会遇到起伏，外在环境越是嘈杂，内心就越要保持坚定。面对挑战时，若能从容容应对，终将会发现那些磨砺都能化为生命中深刻的养分。由衷感谢大家这1年多的陪伴，也期盼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能继续获得这份支持，一起在平凡的日常中发掘不平凡的感动。带着这样的祝福，让我们共同迎接充满希望的2026。